各位街坊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陳曼琪律師啊。我身邊咧係一個2號嘅楊樂軒。2號楊樂軒係一個好勤力，亦都係紮根社區服務大家嘅一個後生仔。楊樂軒嗰個嘅政綱，佢亦都同大家一樣，係為大家爭取安居樂業、青年人向上流動㗎。所以我喺度懇請大家支持2號楊樂軒，俾個機會呢個後生仔，送呢個嘅後生仔2號楊樂軒入立法會，等到大家能夠一齊可以拼搏，為安居樂業、青年人向上流動出一分力。2號楊樂軒俾個機會後生仔，令到青年人向上流動。楊樂軒一定會係出盡能力去幫大家安居樂業、青年人向上流動。各位九龍城黃大仙嘅街坊，大家好，我係2號候選人楊樂軒，我哋會共同打造一個有幸福感、成就感、歸屬感嘅社區。懇請各位喺12月7號嘅投票日支持2號楊樂軒一票，多謝大家，我哋好需要你嘅支持，請投票支持2號楊樂軒。